今次嘅實驗係示範植物喺強光之下吸入二氧化碳，喺黑暗之中放出二氧化碳。實驗用嘅儀器包括3支含有相同份量嘅碳酸氫鹽指示劑嘅試管，其中2支放喺一塊樹葉，放有樹葉嘅其中1支會受到光照，而另1支就會放喺黑暗嘅環境入邊。開啟光源，靜待1小時。將原先即黑嘅試管取出，我哋比較一下3支試管入邊嘅指示劑嘅顏色啊。喺黑暗中嘅1支變為黃色，受光照嘅1支變為紫色，冇樹葉嘅1支呢，就仍然都係紅色嘅。